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嗱呢一集咧下一集嚟㗎，如果咧未睇上集嘅咧，麻煩你睇翻先啦。咁啊有前言有後語。上一集咧最後講到咧就話 NVIDIA 咧居然咧攞咗1000億出嚟咧，就投資落嚟一間公司，跟住另一間公司又再投資落嚟另一間公司，跟住翻轉頭又去翻去間公司，整咗一個三角嘅一個咧就閉環嘅一個交易㗎。咁呢度咧，咦有啲貓嚟，有啲 QK。咁啊，影片咧就由呢度開始㗎 ，OK？ 咁啊，大家聽晒成個影片，記得留言啊、分享啊，記得俾 like 咧，在乎不少人物，好嘛 ？OK？ 同埋聽下佢個呼籲啦 ，OK？OpenAI 咧就用咗咧 NVIDIA 投資佢1000億美元嚟，而家 NVIDIA 話要投資1000億俾 OpenAI 嘛，係咪？嗱，投資嗰1000億美元，佢話佢要強化佢哋嘅數據中心協作，所以咧佢就需要咧投資去咧甲骨文嘅雲服務嗰度啦。而甲骨文咧，佢話哇咁樣啊，哇突然間多咁多生意，我啊需要咧提升翻我哋雲服務嘅科技技能、科技嘅效能。咁好啦，咁我咧就走去咧用1000億美元咧去揾阿輝達、揾阿英偉達、NVIDIA 咧買翻佢哋嗰啲 AI 嘅高端芯片先得。咦？聽落好似唔好妥當喎。而家形成咗一個三方業務嘅一個閉環喎。你投資我嘅，我啊買翻你嘅，三間企業一齊咧用呢個1000億美元，係呢一個1000億美元啊，足足咧用咗3次。首先佢走去投資 A 公司投資 B 咧就同阿 C 做生意，又俾咗1000億佢。C 最後又話唔係，我都要同翻 A 買嘢先做到你要我要求做嘅嘢。咁一個閉環。同樣個1000億用咗3次，為每家嘅企業咧創造咗咧更加高嘅營銷出嚟㗎，係創造㗎咋 ，OK？ 亦都創造咗咧更加高嘅市值㗎。咁啊當然啦，呢3間公司嘅市值啊又點止係增加咗3000億美元啦？嗱就因為係呢個消息啫 ，NVIDIA 咧當日嘅市值啊單日咧就已經增加咗咧1700億美元㗎。而大家認為 NVIDIA 投資 OpenAI 係咪好划算呢？嗬？喂，攞1000億出嚟，淨係單日啫嘛，已經升咗1700億啦。好啦，咁但係仲未加上咧 OpenAI 個市值咧又增加，因為投資咗佢有佢嘅股份啊嘛。咁佢嘅股份咧，因為市值咧上升咧，咁佢咪又再賺咯，係咪？嗱好啦，呢啲咁嘅金融財技啊，大家有冇印象喺邊個情況之下出現過、發生過呢？係啦，就係有啲似咧，好多個所謂叫企業虛報啊，或者虛構一啲貿易出口，為咗攞嚟逃稅或者退稅做噶。嗱，我哋咧可以咧再進一步咁樣諗。嗱，美國啊，整個嘅 AI 科技發展嘅佈局嘅問題㗎，咁樣啊出到嚟嘅呢3000億嘅美元咧，係咪啊就當咗投資咗3000億美元喺嗰個叫做咩話星際之門啊 Stargate 啊，係咪都可以咁做咧？嗬？如果啊真係可以咁計嘅話 ，Stargate 星際之門嘅投資咧，甚至乎啊整個美國 AI 嘅投資咧，其實啊咁耐以嚟咧就係一個虛假嘅泡沫嚟嘅啫，係大到啊好恐怖啊！因為攞咗一嚿錢，翻完呢邊啊翻嗰邊，翻完嗰邊就翻過嚟呢邊，左搞右搞，咁啊可以咧個泡沫大得好交關，因為用緊同一嚿錢嚟嘅啫。OK 啊。好啦，咁啊係點樣大到好恐怖、好誇張咯？嗬！實際上真金白銀嘅投資就淨係咧，正係頭先嘅1/3，甚至乎可能咧係更加少添㗎。嗱，如果啊中國真係相信美國啊喺度咧虛報緊 AI 投資嘅金額，死跟住盲目咁樣加大 AI 科技嘅投資嘅話，咁係咪會啊報呢個80年代初啊呢個咧？蘇聯陷入呢個星球大戰嘅軍備競賽而俾人拖垮嗰個狀況呢？好啦，上邊咧係其中一種嘅財技嚟到裝飾翻咧佢哋個營收噶。咁啊有時候咧覺得啊呢件事咧咁樣做法咧都可能係太慢同埋太麻煩啦。如果啊可以將極高昂嘅科技設備佢哋嘅資本開支直接咁樣減一半，又或者更加多嘅話，咁佢咪可以馬上啊推高佢企業嘅盈利咯，咁咪可以為盈利啊創造啊更加高嘅投資價值咯。呢個方法咧就叫做咩咧？叫做折舊攤分。唉，個人咧就叫做咩啊？分期付款。嗱咁樣啊，大家就比較容易明白啦。嗱，我先講一啲企業嘅消息先啦。
微軟啊喺呢個2022年將佢哋嘅伺服器等等呢啲硬件，即係佢作為資產啦，係咪？佢嘅使用咧嗰個折舊就延長咗佢㗎，即係將個使用咧延長，咁啊折舊都延長埋，由幾耐咧？由4年啊延長去到6年㗎。而另外啊喺2003年咧 ，Google 咧做微軟同一樣做嘅調整。而 Meta 咧就去到咧2025年，就將佢哋嘅資產咧延長壽命去到咧5年半㗎。講呢個即係咩意思啫？做咩要講呢樣嘢啊？點解要咁做先？好啦，打個比喻就係咁可。有啲企業佢走去買個伺服器翻嚟，用咗咧5000萬美元，呢啲係成本嚟㗎嘛。咁當然佢就唔會一次過啊計入翻去同年嘅利潤表裏邊啦。否則嘅話，當年咧嘅利潤咧就會咧好難睇㗎啦，係咪？所以咧佢用咧折舊4年，咁即係話咧，如果等值咧就去等值分攤4年嚟入帳啦。每年啊只會算咧成本1250萬美元嘅啫。咁啊，當年嘅成本就即刻馬上少咗3/4啦，明白嗎？所以啊時間咧攤得越長嘅話，例如啊從4去到6年，每年嘅成本咧就會咧降低咗833萬美元㗎啦。係咪咁樣盤數會更加好睇咯？嗱，搞掂，跟住咧推高佢嘅市值，咁嗰班嘅 CEO 啊、CFO 啊，咪又可以再揾多啲花紅咯，啱唔啱？嗱，但係現實嘅係咩呢？就係 AI 科技嘅硬件，即係比如芯片嗰啲呢，佢嗰個更新迭代啊，實在咧係太快啦，仲要甚至乎可以講係過快添啊！咁啊 ，NVIDIA 嘅黃仁勳呢，喺今年嘅3月份呢，喺個年度大會上面就講過。佢話當呢個 Blackwell 啊開始咧大規模咁出貨，即係而家最新最勁嗰個叫 Blackwell 啊，咁啊大規模咁出貨嘅話，問世1年左右嗰個 Hopper 芯片即係我哋成日講咩 H100啊、H20啊嗰個系列嘅芯片啊，係咪？咁嘅話呢啲咧只係問世咗1年嘅 Hopper 芯片就會咧變咗咧冇人要㗎啦。嗱，好多嘅美國嘅科技企業咧，例如係 Meta 咁樣啦，如果佢哋咧冇作大嘅話，佢哋真係咧大量咁樣投資咗咧呢啲 AI 科技芯片㗎，咁就會出現咩呢？就會出現咧現有嘅 AI 芯片，仲有幾年根本都未折舊完，咁啊因為咧馬上咧要即刻更新咧佢哋新嘅 AI 芯片啊嘛，咁舊嘅就變咗咧完全冇咗經濟價值添㗎啦，要被淘汰㗎。咁如果係咁啊，從帳目上面睇啊，舊設備咧就需要咧加速去折舊喎。咁啊市場咧已經係有估計過，比如 Meta 咁啊，如果佢將折舊嘅週期咧減少1年嘅話咧，其實佢嘅利潤咧就會咧減低50億美元㗎。而上邊提到嘅，本來就係 Meta 咧將呢個咧折舊嗰個週期咧從4年延長去到6年，但係依家咧就要加速去折舊。本來諗住攤長啲，點知調翻轉而家加速折舊，咁樣嘅話咧就可能咧唔止縮短1年啦，可能咧係縮短咧2-3年添㗎。對未來嘅1年嘅利潤咧，可以咧影響好大啊，幾大下㗎。可想而知啊，呢個咧即係所以咧好多嘅賣方用賣方思維、財演啊嗰啲成咧，同大家講分析呢個科技公司應該咧係要睇 EBITDA， 即係話要睇利息啊、稅務啊、折舊啊，同埋攤銷之前啊嗰個利潤㗎。咁啊唔好咧用淨利潤去計算啊！如果用淨利潤去計算嗰個市盈率嘅話，咁就大鑊啦。嗱，其實啦就係做咩啊？就係掩飾啊！呢啲科技巨頭本身咧就係啊重資產嘅行業，同房地產企業啊根本係同一類別嚟㗎。但係咧科技企業嘅設備，包括咗芯片啊、伺服器等等呢啲啦，佢個折舊嘅速度比呢個房地產嘅企業咧係更加快㗎噃。咁啊美國咧嗰個科技嘅企業啊，正係面臨緊咧現有嗰個設備嗰個帳面價值咧急速咁樣歸零嘅問題，反映喺呢個咧淨利潤上邊。咁啊企業咧為咗咧掩飾啊對上嗰一次咧就係發生喺呢個咧2000年嘅時候啊，嗰個咧互聯網泡沫咧係催生咗當時咧能源巨頭 Enron 嗰個財務造假嚟到支持住佢個股價㗎。另外啊就係呢個咧 Costco 啊 C 科咧，佢嗰個股價去到咧依家都係冇辦法咧重回當年咧2000年嘅水平㗎。更加咧就唔好講咧係 Welcome 啦，直情而家係執咗笠啊 Welcome
就冚咗埋啦。OK 嗱，所以啊，翻轉頭講到阿里巴巴 DeepSeek 為首嘅中國科技企業呢，佢哋啊代表嘅 AI 科技發展啊，喺另一個途徑嗰度嚟㗎，減少咧過於頻繁嘅硬件更新，加大力度咧去發掘咧嗰個演算法同埋大數據嘅潛力。嗱，而華為咧提出嘅係咩呢？就係話佢唔會盲目咁去追求咧3納米、5納米嘅技術㗎，認為啊7納米咧已經係好好㗎啦。咁即係咩啊？咁即係暗示啊過快咁樣咧去更新迭代嘅話，對於科技企業嚟講咧，甚至乎啊一般咧應用 AI 科技嘅一啲企業嚟講啊，係會造成非常大嘅一個咧係損害㗎。嗱，摩根士丹利嘅報告咧就已經指出咗㗎啦，美國嘅科技巨頭包括咗咧亞馬遜啦、微軟啦、甲骨文啦、谷歌啦、Google 啊同埋 Meta 啦，呢啲咧佢哋嘅資本開支佔比啊佔收入咧係幾多呢？佔收入嘅比例咧高達咧26% 咁多㗎。咁啊係非常之咁接近咧2000年啊呢個互聯網嗰個泡沫嘅時間嘅。所以啊前車可鑑。咁啊中國嘅 AI 發展一如咧其他嘅行業，追求嘅係咩啊？就係咧性價比。嗱，投資即係等於資本開支啦嘅成效添㗎。嗱，唔好盲目咁樣去追求啊純係高資本投入，令到咧唔係科技企業嘅企業咧都可以廣泛咁樣應用到咧 AI 嘅科技，而提高咧各個行業嘅生產效率。所以啊，大家可以見到嘅係中國嘅 AI 嘅多元應用場景，咁啊包括咗物流啦、製造啦、自動駕駛啦、醫療啦、農業啦、救援啦，仲有城市規劃等等㗎。嗱，比起呢個西方國家已經係多好多㗎啦，係咪？嗱，呢個咧就係嚟到咧我第3個嘅觀察。嗱，就係咩呢？就係 AI 實際收入嗰個商業模式中同埋美之間嘅唔同啦。好啦，嗱，美國嘅科技巨頭包括咗咧亞馬遜啦、微軟啦、甲骨文啦、Google 啦、Meta 啦，咁啊佢哋嘅資本開支佔收入咧係非常之咁高㗎。嗱，佢哋靠乜嘢嚟賺錢嘅咧？嗱，包括咗咧廣義嚟講咧，連蘋果都係㗎。其實佢哋靠嘅係廣告嘅收入嚟去賺錢㗎。嗱，所以咧高 B 哥咧成日叫大家要撳下廣告就係咁嘅原因啦。嗱，根據咧2025年第2個季度嘅財報廣告咧係佔咗 Google 嘅總收入咧係成幾多86% 㗎。佔 Meta 更加誇張，佔 Meta 總收入98%。OK， 所以點解WhatsApp 可以免費俾大家用就係咁解啦。嗱，所以唔該大家咧真係聽下高 B 哥個呼籲啦。否則唔單止係高 B 哥呢個頻道就係連 YouTube 咧佢都生存唔到㗎，因為佢就係靠呢樣嘢揾飯食㗎嘛。你哋成日睇就 skip 咗廣告，又或者你甚至乎唔睇廣告，又唔肯撳廣告咧，連個平台都好難生存。平台就係靠呢樣嘢嚟生存㗎啦嘛，啱啱 YouTube 都係靠呢樣嘢生存㗎。嗱，既然對 AI 嘅投資係咁重要嘅話，全球嗰個廣告嘅市場究竟有幾大呢？1萬億美元左右到啦。嗱，2025年增速咧大約係6% 左右，而未來5年咧複合嘅年增長大約係5.4% 左右㗎。而當中咧數字媒體係佔咗咧73% 咁多㗎。而兩個嘅科技巨頭即係 Alphabet 即係 Google 啦，同埋咧 Meta 即係 Facebook 啦，係咪？嗱，呢兩間加埋咧已經係佔咗咧1半左右㗎啦。咁一個嘅市場增長咧係5至到6% 度啦。咁呢個嘅增長等同咧，好似啲公共事業又或者啲資源礦產甚至乎咧好似係啲低端製造業等等呢啲咧都差唔多啫，算唔算高增長嘅行業咧？咁梗係唔算啦，啱唔啱？咁相對咧，依家美國嗰啲科技股嘅市盈率下去到咧30倍、50倍咁，喂，真係值得咁貴咩？對於 AI 咧所帶嚟嘅生活同埋工作上面嘅便利甚至乎咧係免費嘅，喂，大家用得好開心啊！但係對於咧美國嘅科技企業嚟講，純粹依賴住廣告嘅收入嚟到支持住呢個咁樣嘅商業模式，喂，講真都已經係到頂㗎啦。市場咧
係屬於咧低增長嘅變咗。所以啊，就算咧美國啊想改變 AI 嘅發展路線都好啦，例如啊行機械人嗰邊嗰條線，又或者咧係其他嘅應用硬件，都係咧冇辦法代替咧過度咁依賴咧廣告嘅收入㗎。好啦，咁啊美國就係用廣告嚟收入喎，而中國咧，中國嘅 AI 商業模式咧，廣告都有一定嘅佔比重嘅。啊不過咧，佢咧不斷喺度創造，亦都係開拓緊咧嚟自硬件啦、軟件啦嗰啲嘅唔同嘅收入㗎。用喺唔同嘅場景裏邊咧，就有唔同嘅收入來源添。嗱，美國嘅科技企業咧，其實心裏邊咧係非常之咁清楚，依家咧的確咧睇嚟係非常賺錢。但係啊，如果再揾唔到第二個嘅增長點嘅話咧，美國嘅 AI 嘅一個成長就會結束㗎啦。加上咧 NVIDIA 咧不斷加快迭代更新佢哋嘅芯片，咁啊美國嘅科技嘅成本咧只會係不斷咁係飆升嘅啫。同中國咧不斷咁尋求創新 AI 嘅路線，根本係冇辦法去比較㗎。美國啊玩到非常純熟嘅一個資本財技，再複雜嘅融資租賃啊表內變表外嘅呢啲操作咧，淨係睇財報咧就未必係睇得到實際資本開支到底係有幾大嘅。咁我咧都唔再喺度咧詳細咁咧展開嚟講啦。大家咧唔一定咧容易明白㗎，係咪？但係啊，我嘅結論係咩呢？就係啊，美國 AI 嘅發展為嘅咧係製造 AI 投資泡沫，為嘅咧係延續住佢呢個美元嘅霸權，為嘅咧係啊希望解除咧呢個美債嘅危機㗎。而美國 AI 嘅估值咧肯定咧係超高㗎啦。而中國嘅 AI 咧經過咧最近嘅急升，可能咧係比起正常平均值咧依然咧都仲係偏低。比起但係咧。唔係好似舊年年底咁講咧，同大家講過嗰陣時係極低㗎，係咪？嗱上邊咧完全咧冇任何嘅投資建議成分啊！所有嘅投資咧，大家自己睇好自己嘅風險，都係講嗰句荷包係自己嘅，自己要照顧翻啦。好啦，哇！你哋呢度 email 完啦，真係好多謝咧，在乎不惜人物啦。咁啊，聽到嚟呢度咧，應該咧知道咧，我啊一定咧打算咧要斬開2集先得，因為咧哇成30幾40分鐘，我讀都讀到口水乾啦。咁但係裏邊咧係咪好多嘢打通咗大家嘅任督二脈啊？點解而家估值去到咁高？點解嗰個咧日日創新高咁犀利嘅咧？因為裏邊係包含咗好多個財技㗎。如果你因為咁樣投資咗，咁你自己就要小心啲啦。OK？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